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范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講起農業，大部分人睇得上到講，農業係一個看天吃飯嘅一個職業。以前嘅農業路常常講，唔知講到係天氣會落雨還是出太陽。但是田頓時代嘅進步，其實今日農業已經冇窮樣嘅。我哋睇美農推出嘅一個氣象戰情中心，講到戰情中心，一天都想到講，也一天同人哋大戰有關係，冇唔錯個。亦都如果同報告講，到某個時節會用有某個落雨啦、雨量啦、溫度啦，還有濕度一部分，攞俾我哋農民去參考。有某個時節愛施禾，某個時節葉皮。如果有一個參考嘅基準，你基本影響到香港的美農農會嘅總幹事、總經會、總幹事來到現場，同人分享講，也係實戰嘅經驗喺馬嘅人，馬上歡迎到我哋呢總幹事來到現場。總幹事你好，福氣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美農農會總幹事總經會。一開始我哋歸到我哋嘅戰情中心啦，嗬，戰情中心當初做馬上做我哋嘅氣象嘅戰情中心咯。好，阿明哥，其實那個氣象戰情中心吼，頭先你也有講到嘅，啊，咱農民就看天吃飯，可是按樣我哋感受，因為天的變化，你唔好講天不可測，天風雲不可測，咁按呢變化，讓我哋感受就可以增加咱農產品的一個，不管伊頭採收的時間，或也講伊採收後嘅處理，可以增加一個按呢資訊的一個判斷，所以按那擺就配合市政府的農業局，按呢成立一個。氣候嘅一個戰情中心，隔壁一個安尼國嘅數據嘅內容，兩個加起來，就是所以安尼今年，比如講安尼今年美農嘅種嘅147嘅國來講，加伊圖嘅數據之前，因為安尼圖安尼一個戰情中心，圖美農有規劃個14個點，所以美農通19里，可是規劃個14個地點，嗰個14個地點，比如講係喺度做頭杯，我就可以看安尼農民朋友講，我做頭杯，基本呢啲嚟叫差唔多要按算，要嚟一度點要落雨。可以算得更加精準的，所以按呢個時間對農民如果採收農產品、農作物的時間，就可以增加一個選擇。我一個時間採收的時間，可以係咪可以3個月？按呢個方式對農民的一個採收的時間的參考有更大的意義。因為頭先我哋總幹事有提到講，其實也係配合我哋市政府嘅一個農業處嘅一個期望嘛，嗬。但是我哋提講，其實美農係一個第一站。當初我想到，先美農變成也為一個氣候戰情中心的第一站。好，其實美農嘅農產品真是包山包海。個其實美農個多嘅農產品吼，其實就像頭先講嘅，安尼米嘅147，也講嘅安尼咧美農嘅鳳頭嘅。好，兩個作物來講，比用係基嘅啲嘅，像安尼美農下擺比較種鳳頭嘅，也講種蘿蔔嘅時節，即講一種啊，要補一層太醫啊。咁安尼變成講安尼農民所種下嘅東西，全部就要重新來過。所以按呢時間要變成咁樣可惜，所以也嘛喺安尼市政府嘛看到安尼美農農會按多年來吼對各方面農業嘅發展，感覺講美農農會做得很唔會差，加喺面按加嘅智慧農業嘅一個內容，按首先來引進來安尼美農農會嘅試驗做看下先咯。總頭都總幹事嘛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呢參與19個里哈，比如有14個站嘛哈，但是從也曾經我哋講智慧農業嘅部分嘅話，農民即個愛出乜嘅錢？其實阿個目前來講，係咱農民全部都免費嘅。目前都係按咱市政府來協助。嗰時候市政府都協助提14個站地方都用一些都用嘢嘅測量嘅一個機器，農民係用嚟去得到嘢嘅資訊。個資訊咧得到來講吼，安尼其實咁方便，安尼數據嘅地方就可以選擇，較14個點，較唔想嘅了解哪一點嘅資訊。攏可以得到，咁你真係幾方便哦，因為而家我用數據嘅點嘛，我都提講，可能聽日會落雨嘛，但是問題係我有啲幾大嘅問題嚟講，因為一般來講，我哋更加為氣候嘅講，我哋個預報啊，其實冇辦法做到按準嘅一個講法。那同時從美農業企業算是用我哋個微氣候，佢以輕用嚟去。用去把天氣可能一加個地方冇那個，佢加個地方嘅嗰種預報去講，要做按清楚咯。好，其實所以頭先我哋講氣象戰情中心，係咧針對美農的客製化製作成出來嘅，所以伊個咱可以按精準的去了解講，安尼美農正規劃到14個地點。其實每一個地方嘅氣象嘅記錄可能攏有，像講安尼一擺，為了要客製化安尼美農嘅氣象，所以安尼切片。好，加安尼咧，市政府
合作的一个气象专家的做一个合作，所以咱有办法讲规划到研究14个点啊呢。米农会对那件事情的时间，当初迄样我去推广讲，很多的农民地讲，应该有一个气象展示中心，这个当然可以去好好利用。好，其实俺们农会的一个组织来讲啊，其实俺有更多的三手班。好，所以比如讲俺们米的三手班、蔬菜的三手班、水果的三手班，我俺们透过那个三手班，好，伊甲俺们农民传达俺们的消息。我迄讲万一农民讲唔晓得使用手机的，伊嘛可以请伊甲卡生意呢，也讲甲别人杀。好，我感觉其实冇少看俺们农民呢，有的伊70、80岁，伊手机嘛乖乖忘呢。所以我感觉讲种气象展示中心的一个气象的一个资讯来讲，对人来讲，其实人的期待、甲边了解吼，其实冇想象的安困难啦。我相信迄啦，因为同翻文有关系呀，哈，我们拿来，俺能讲我们灭来搞呀，真的是拿来真的是古翻文的呀，哈。我相信俺的太阳上一定会好啦，好点开了，让我点开了，让我一看某个东西，让我一看个上面那个比例。我想问一下讲，因为其实也被气象展示中心推出以后，其实真的对俺的农民有过大的天数，尤其係像嗰當然冇以前話會彈垃圾啊，講聽因為可能會落雨冇嗬，而家有些垃圾當然冇得彈嘅嗬，天時嘅手指講法講人家有些彈唔出聲。嗰時而家有安尼數據啊，安尼點點啊，看得出安尼嘅情形嘅時節，其實我相信對我哋農民嚟講嘅話，也幫助過佢。從頭到我哋咧中官司有講到冇講咧，民農147啊，咁民農147嘅一個全部嘅一個港中嘅工廠裡邊同我哋咧農業嘅氣象展示中心有乜嘅關係冇？好有，其實我哋從生產開始，俺就要師傅嘅插秧開始，插秧開始咧是要兩樣。其實俺哋147嘅開作嘅農民有超過將近500個農民，體內有超過2000筆嘅體內。加沿從開始師傅嘅，是俺哋147嘅品種開始，到後邊面嘅管理，到後邊面嘅割禾嘅時節，俺哋割禾機械嘅割禾，到片蟲害嘅防治和割禾，到採收、烘造、到加工。其實一連串的一個事情發生在過程之中，俺哋攏要透過俺哋嘅氣象展示中心，加邊俺哋嘅農作嘅工體嘅管理系統，合喺從下變成俺哋一個智慧系統，以控制。比如來講，像俺哋2000筆體內嘅時間，俺哋要透過無人機殺藥嘅，無人機嘅殺藥嘅時候，到底哪筆有殺，哪筆冇殺，農民朋友伊可能唔知啊。可是俺哋係透過俺哋智慧展示中心嘅時間。俺哋會跟佢講啊，人哋別天啊，俺哋已經幹殺藥已經幹殺過誒，你講唔是煩惱。好，佢也講嘅很多米荒，俺哋採收之前嘅時間，農民朋友因為要等俺哋農會嘅人，一米一筆天內，要計出農業殘留嘅檢驗，檢驗好嘅以後，伊能回國去求田，去求田嘅時間，俺哋要加消息報國務機嘅業者，因為俺哋有配合嘅國務機業者，哦，俺哋跟佢講，嚟個農民咧嚟塊天內。已經，比如講，伊從來就開始種，伊已經成熟嘅，嗰個人農業產業檢驗嘛通過嘅，咁唔係割無機可以解決嘅，所以規個對農民種植147嘅內容一個過程之中，可以完全利用氣象展示中心，甲邊個人嘅耕地管理嘅一個內容，和全部結合起來，和變成一個更智慧性嘅一個從生產到採收、烘造嘅過程之中，可以一連串的作業。從啊總管司嚟講好啦，我都發現到講，其實氣象展示中心唔係講單止講，人係講聽伊嘅氣象一樣。其實伊管理到嘅，其實像頭先我哋講，某個時節使用殺藥嘅，有殺好嘅冇，好，同時某個時節收成嘅時節，伊檢驗過有農藥嘅殘留。其實也唔單止係看殺到我哋整個生產嘅過程，好，同時嘛會把我哋生產嘅過程嘅一種細緻度。其實係能夠最強，所以我要講嘅，其實今日智慧農業嘅部分有冇？除了氣象資訊嚟提供參考以外，農民嚟叫種、嚟叫採收以外，另外，我哋嘛會透過比如講我哋嘅病蟲害防治，我哋我嗰度用無人機，一殺，因為老人家已經冇體力咧，好，所以透過一啲東西、一啲資訊嘅整合嘅時間，有冇？我哋為了一個一個農作物嘅生產到變成一過程之中。過順版嘅時間，其實真是係把了過用心，加啲東西結合做出下。因為嗰種朋友談到一條會上到講，我有冇用無人機去殺農藥？我夢中其實我哋而家喺南部啊，其實嗰條行用無人機殺。
嘅撒农药啦哈。但是一部分係咪同親愛的呢？中國是同我哋觀眾朋友，他要講一下，喺美濃無人機撒農藥一件事情，更加推廣一樣嘅呀。然後用嘅人會懂冇？其實按美濃嚟講吼，按去年呢，就講義務嚟做理嘅啦哈。去年呢，那100甲嘅農民，那願意配合我，過今年增加到200甲，加一批，我個見我一甲爸理嘅就好。我爸爸攏擺試喎，伊咪把一甲把人殺同埋一甲殺藥嘅，過伊一擺伊就咁嚟講嘅，伊講來嘅，唔看有無人機嚟咁殺嘅冇，因為我爸爸今年78歲。所以我強調就講，農村的人力漸越來越老化，我接觸個無人機殺藥嘅咧比例，我越來越提高。因為農家人，尤其係客家人啊，上前咩，上一家工咩，前年一家把人殺同啊慢慢的殺，可是見真是很多都裝批，很多個鋼鐵的有冇，因為漸接觸個新的觀念，想啊，我個別人見到比嘅殺的按夾一下就一夾兩夾全部殺槍嘅，我喺個把人殺同啊，慢慢的行，真是。太辛苦，而且像我哋南部嘅話，像我哋屏東外國當然係種牆嘅嘛。其實殺牆嘅冇人驚啦，因為也貴太貴嘅呀。但是無人機比喺上面，一路都可殺到最上面嘅部分。嗰時其實我唔單止我哋咧我哋咧中心會總幹事有講到講，其實個智慧農業體外的美濃，好，而其實推廣幾好同時，我哋會發現到講，其實下擺可能從事農業部分科技一件事情會聽上嚟嘅軌道。休息下喎，喺下我哋外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美濃農會嘅總幹事鍾清輝總幹事，同我哋講美濃成立嘅我哋氣象展示中心。但也同個節目呢，我哋請問伊講，有關於我哋嘅植物醫生嘅一啲事情。請問一下我哋咧總幹事哦，因為我哋提講其實前一陣咪睇我哋嘅新聞上面吼，有講美濃有植物醫生，多少按樣嘅人能可以去變成植物醫生，同時又按樣可以培訓咯。好，其實我哋美濃農會哦，從1805年開始就有人講嘅初批嘅植物醫生啦，吼，因為個植物醫生嘅立法函件正式就去通過。個人當時人因為想講要有個植物醫生哦，個人想講他講攏對，人人不平嘅，人就看醫生，哦，比如講感冒嘅發燒嘅，人看醫生。可是人植物不平嘅時節，加快慢人咯，加人農民朋友，有可能就會去農藥行，也以人農會買皮料買農藥嘅地方。哦，加唔遇到農藥行嘅時節，農藥行嘅調價可能冇咁講，唔可能像單純嘅細胞感冒嘅，加有可能開本嘅藥嘅要開感冒發燒流鼻嘅藥嘅開本，加農民撒藥嘅嘛相同，加所以係講樣嘅可以更精準嘅，第一個植物作物嘅片用物嘅藥嘅，安尼係呢即對農民嚟講係呢即省錢，嘛對啊身體係即好嘅，因為其實接觸農藥即多嘅唔係消費者，係呢農民本身啊。所以我哋希望講透過植物醫生嘅正確嘅診斷，好，個植物創物嘅平嘅時間，個用物嘅藥嘅。其實植物醫生更重要，更加重要係你講，伊要提早，個做法樣嘅預防而不平，好，個更加重要係你做地方。對，如果從我哋一般咧，我哋感冒生個不平樣個啦，好，如果最好嘅不平以前，我哋先嚟預防。好，一般咧，我哋講一般嘅醫生咧，發現愛見過我哋親人咧，以後有呢種培訓啊。咁一般嘅植物醫生嘅話，而家培訓嘅過程係樣啊，樣嘅人可以參加。好，其實個植物醫生嘅培養吼嘛相同冇咁簡單，因為本身伊就愛植物醫學相關嘅科內畢業嘅。國家還要經過一連串的一個訓練，比如講，人植物醫生，他根本想講，假如人畢業要多，比如講，像人睇啲植物醫生高小姐嚟講，伊太畢業呀，可是畢業要多時，伊可能我本身關實務嘅經驗冇夠少，加人哋個時節，人就要透過改良場、農業實驗所、甲邊，比如講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到後邊面嘅先生，嚟計做下一個幕僚團，來提供計繼續嚟計培訓伊。另外一個部分，他當然就講也實務的經驗，實務的經驗，比如講伊分派到我哋美濃農會來嘅時節，伊就要教我哋農民朋友要多指教，
甲理论甲实务结合到chung下。佢等於如果以即個嘅培養嘅一啲背景其實佢重要，同埋而喺相關嘅課內畢業嘅嘛，但後來嘅一啲畢業以後嘅一啲訓練其實嘛佢重要，嗰時候有部分頭都有講到講，佢嗰度嘅專家學者變成一個欣賞。但是都從我哋每啲醫生到每啲地方，我看到講，有地區有乜個特別嘅一啲標準，譬如講以美容來講嘅話，其實大部分都係我哋咧蕵啦、tomato啦、白嗰種我哋講白玉蘿蔔啦，好，佢唔係種嗰種太高數嘅嗰種地方嘛，後尾種哪怕的啦，無論我講我哋南部嘅話，如果都係種長嘅嘛，嗰就等於講美容體系嘅特別嘅一種成長嘅過程，可能會讀到偏重邊，伊嘛愛了解。錯，其實嚟到美容嚟講嗬，出於醫生，亦可以講第一壓力過大，第二亦可以學習嘛過大，因為美容嘅作物太多過多嘢啦，頭先我哋講嘅咩？安尼哪怕咧其實嘛有，哪怕咧木瓜、棕棗一條嘛幾多，嗰安尼無嘅風體嘅測量，嗰包括安尼長體嘅、短體嘅、大瓜、細瓜、辣椒嘅、吊菜嘅，甚至水底杯嘅水蓮，安尼講嘅雅蓮嘅，其實美容作物幾多元，所以安尼出乎醫生嚟都係阿隻嘅有冇？真實係咁啊，而係咧一個幾好學習也實務經驗嘅一個部分，所以安尼其實安尼都經驗年頭嘅時間，安尼就原本有一個出乎醫生，而後邊面本人。話教伊愛結，伊做服務嘅，所以我感覺做美容嘛係一個幾好學習，社會醫生幾好培養嘅機會啦。其實安尼我講幾高興呢吼，培養研究，可是為了也更好嘅一個前程有望嘅，我感覺講阿個是 OK，我安尼其實安尼見目前來講，安尼美容就有兩個社會醫生，第一係呢房檢局，第二係呢安尼市政府農業局協助嘅部分呢，所以我感覺表示講安尼美容來講，安尼對一個基本的一個農業，吼也革命重視啊。佢重要嘅社會醫生也會佔缺嘛。我哋農會即個一搶嘅哈，還是講其實係市政府嘅農業處入邊搶嘅人咯。好，其實按那個部分，以含咧市政府農業處，甲邊按咧中央嘅按咧房檢局，好，也派駐團嘅農會啊，按咧農會咧省搶，個派駐都按個只個薪水含咧也兩個單位付咧。哦，但是如農會嘅去省搶。好，因為省搶來以後，農會嘅都負責講也俾醫生，其實來到一片地步，唔可以接觸到樣嘅農民，接觸到樣嘅一個植物。佢同時一般來講嘅話，一般嘅農民可以樣嘅去看到也俾植物醫生咯。好，其實一個植物醫生嗬，研究同按啲農會上班嘛，我哋講嘅嘛，天熱伊其實做兩個服務，就像按啲看醫生樣嘅，按啲可以診所請醫生講，哪啲作物咧。평從可以前時候，比如講拿那個蜘蛛，拿那個葉面，一部醫生看過，因為一個叫有纖維質的東西嘛，你看那個創個乜個평從乜個問題啊，個也可以。第二部分就講，唔可以我按你出位醫生出診，就伊可以當研究地方，間看人家研究，因為後邊有啲東西，唔像看一皮葉嘅，也一條樹嘅，一條植物，唔可能按準，間唔可能伊研究地方看幾件嘅菜。好，也某個作物，伊差不多某個片，好，也講啊啲東西其實後邊就係咪跟土壤有相關，所以按你出位醫生吼，伊嘛可以土地邊內診，嘛可以落邊出診，啊個人按攏有服務到。因為我哋講誒，以前嗰陣有發生一啲托馬多事件，你咪同我講到話，小姐係講托馬多事件，伊當初很用嘅，出位醫生去帶領我哋啲農民去看到一件事情。好，因為其實按你啲農民其實頭先嚟講嘅咩，吼農民嗰度實務嘅經驗。可是後邊就見咧極端氣候，後邊嗰度那偏從後嘅問題好嘛，我嗰度現在層出不窮。到當時那個托馬多事件就會講，嗰啲農民嘅朋友都發現講奇怪，嗰托馬多因起死，到底乜個偏乜個問題呢？好，嗰個所以聽嚟講咧，按個105年那個高佩林植物醫師伊就親自到農民嗰隻嘅伊，和跟農民講伊就拿一刀嘅講，唔看，佢也檢破佢嚟，乜個睇咧。得到係咧清庫片、清庫病，學家唔樣用嚟做預防，所以我哋講咧，後邊就唔係人片從佢嘅原因冇扭準嘅時間，唔就撒價嗰度冇用嘅藥嘅，冇錯，要攞嘅錢要對身體唔好，對身體唔好。錯，佢係講我以前咧出乜嘅片，我用貴用乜嘅藥嘅，我用到藥嘅要係合法推薦你哦，做唔到我被殺到以後，萬一有農藥殘留感染到，或者俾佢感染到唔多好時間，要罰錢，所以我感覺。個出位醫生咧，個
一个训练出来，真是对俺的一个农民来讲吼，相当大一个帮助。因为地讲其实闽南嘛有一点俺的呢绿色的农业植材中心，搿一部分同以前的植材中心的差别在哪咯？好，其实头头俺们讲到俺测绘医生，俺测绘医生上班的地点就喺俺的绿色农业制裁中心。刚俺当时呢，我成立一个绿色农业制裁中心咯。俺这主要目的，俺想大家拢知啦吼。俺的呢沙药嘅来讲，对环境的破坏真係咁厉害。個俺哋係咪可以用更好嘅友善耕作嘅方式，好嚟幫助俺哋農民朋友可以減少使用那個化學農藥，也減少用化學肥料，讓俺哋作物的生長嘅情形嘛相同可以安好。所以俺哋後邊就成立了一個綠色農業制裁中心。個呀目的裏邊，俺就賣幾多含嘅友善耕作嘅制裁，包括個俺哋生物性防治嘅用藥啊，俺哋唔是登記嘅植物制裁，好，俺哋安全用藥。希望透过俺的测绘医生精准的去判断俺的植物的速度个平，以后嘛有个推荐以几多合法推荐的用药来帮农民杀，唔好讲我被因杀到唔错的时间，因为杀到冇推荐的用药的时间，刚唔卖到市场上的时间，咁牛多嘅又会发嗰严重的钱。佢其實按你談好其實係幾好一件事情，因為按你早期都以為講噴農藥一件事情，真係都講唔噴又冇講冇好食，噴嚟又會傷身。好，嗰種我都因為嗰種東西，嗰種冇辦法去做一啲兩全其美的。但是談按你總觀上嚟講好嘅咯，我都發現咧講醫生我幫我哋一啲最好嘅建議。建議以後我哋都託一啲最適合嘅農藥，嚇，可能係託先最多好都好啦，嚇，唔是講一定要一兩個，但是我想每一件事情講，看嚟我有漁民爭利嘅一個問題。哦，其實吼，我感覺友善耕作嘅方式係咧一個太方向啦，嚇。我當然啦，喺我買農，喺我依家本身開農藥行咧，我嘛希望講咧，可以多買一些農藥，那麼多賺一些錢。所以個其實。站在俺哋呢個立場嚟講，俺哋咪希望講咧，俺哋咧農藥行也好，包括俺哋農民本身也有賣農藥，大家要站在一個更好嘅一個方向，咁樣角度去看那個事情，好讓咧俺盡量嚟賣個大毒性嘅一個農藥，個讓農民唔是少使用很多農藥，好造成消費者也好，對身體健康也好，對俺哋農民也好，身體健康也好。講咁一個方向，一個潮流吼，一個冇辦法去主導嘅。慢慢的人會提講，唔按從事藥嘅，注重養生，好簡單的食，好用嘅時能試一試藥都可以。咁從我哋一個潮流嚟講嘅話，從我哋個太年紀嘅一啲農民嚟講，而有啲觀念有辦法改下來，係因為講嚇，3年都打敗下。一定會有人嚟扶你。來，我們講跟你說明一下，其實那個測繪醫生，那個制度一推出來的時間，嗰邊其實政府還有批下一個按照農藥實名制，就唔要買農藥的時間，我講我喺那阿明哥，我買乜個藥，個買個藥嘅，佢安尼咧農藥行也好，而家講啊個槍可以殺乜個地方，啊個槍可以殺哪排咧，唔做唔到殺토마토，那個做唔到歐北因殺。其實，咱如果出推一個政策的時間，其實俺哋農業行業反彈，政策睇得唔免多冇唔錯。我講係今年唔免做唔到歐北買農藥嘅嚇，好變成個歐北唔跟農民講嘅，唔買一個藥嘅鬼殺一個唔免推薦用藥，到時發嘅時間，農民可以講，我記你講，唔係啊，我依家阿明哥買農藥啊，而家我講可以殺，結果發一下發農藥行嘅人，唔係發農民，所以個體嘅部分嚟講嗬，個測繪醫生的一個制度的推行，一開始咧是有多少個問題。個第二個個購買農藥要實名制，個買一個政府的政策，就講嘛可以保障農民。咁萬一個農民使用到個藥嘅，而生產出來的菜賣到市場上被檢出講啊，那個藥嘅做唔用亞康菜啊，唔用我俾應用咯。講係農民嚟講，我就可以講，冇話確實我當時農藥行買嘅時間，農藥行嘅調價。加上我3項藥嘅你唔看啊，我拿出嗰種購買單嘅時間，政府就唔會對我開發，所以我感覺個測繪醫生配合個我哋頭講嘅個農藥實名制，再加上我哋有成立一個綠色農業制裁中心，按專門搶個農民講啊，我300個藥嘅咁好，我唔知講我來買，就個大頭先咧。用藥其實政府按多年嚟講吼，伊嘛其實嘛攏有補助俾農民講嘅啊，咁用到嘅藥嘅可能伊也藥性冇按強，效果冇按好，可是也可能成本冇夠高，加政府嚟補助讓就可以減少一個身體嘅成本。
嗰堂落一片，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政府對於我哋嘅農業，尤其是我哋喺農業用去朝向一個個強嘅，個大農業嘅一個方向，其實嘛用嘅幾套嘅線，唔單止睇我哋農業嘅方面，其實對我哋農民嘅教育，嘛發下幾多嘅建設。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收到節目，我哋來自美濃農業中心的總幹事，同埋10名美濃嘅職位醫生，還有60個農業資材中心。一聽節目呢，我哋講，其實喺我哋農嘅美濃嗬，我哋從頭去看到，我哋幾特別嘅一啲農業嘅超市嗬，同我哋呢地方嘅超市其實係合強合嘅，但是你會發現到講，其實其他美濃有啲按照未來超市。地方狀況嘅暫慢的講吼，一部分人就想要強調一下我哋總幹事講，其實我哋一般來講嘅話，我哋做超市嘅話，我哋要改裝，你改裝佢，你安尼都好呀。做乜嘅其實美濃嘅未來超市以愛改裝嘅安尼，有菜地嘅部分，你開始看好嚟個現台，啊地方咪有啲未來嘅廚房。當初我想到講美濃嘅農業要幫我哋咧，我哋講觸角，去連接到我哋嘅消費者嘅部分咯。其實加今日講嘅主題其實攏可以連貫起來。譬如講，比如講睇到一開始講智慧農業，攏利用氣象展青中心，甲邊個度嘅一個資訊的內容結合起來，讓農民可以生產的過程之中可以得到更加的幫助。個接下來會利用職位醫生，甲邊60個農業資材中心，利用一個結合，來推行友善工作的方式，希望當化學農藥10年可以減半的政策可以順利地達成，來保護消費者的安全。甲接下來，我就希望講，甲迄沒有生產出來優質的農產品，甲邊條理念可以結合起來麼？成立一間超市。其實超市本身就已經有開嘅革命咗一段時間咧。甲有冇想講美濃來做6級產業，從1級的生產、2級的加工到3級的休閒農業的旅遊體驗到發通的過程。係咪可以結合你的？雖然就成立了一個未來超市，但係未來超市底部其實分做3大嘅區塊。第一個就係休閒旅遊嘅資訊嘅中心，比如講到美濃嘅時節，來買乜東西，食衣住行，個東西攏可以透過旅遊資訊中心去得到解答。第二個部分就係本身農業嘅一個呈現，就講嗰度青農也做一個產銷利率，做一個有機嘅農民嘅農產品，可以到農地嘛可以順利買到。第三個就睇到主持人所講嘅，咁如何成立一個未來嘅廚房咯？你就希望講咁美濃有按優質嘅農產品，咁後面可以透過啲農產品，嚟到現場嚟做一部啲消費者嘅食，嚟做成飲料也好啦，做成果品也好啦，讓消費者可以有個及時的一個感受。所以我成立一個未來超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講，希望按多年的一個農業的一個建設的一個過程之中，可以落實到一個未來超市的具體的實現。因為你睇我就感覺到幾完整的計劃啦，但是我想到講，其實也計劃的一種實行。居然是從農會開始，因為一般來講嘅話，旅行嘅資訊中心，我哋咧觀光區，如不停那邊成立啲旅行嘅資訊中心，而家去嘅時候都講去那條，但是講去買個伴手禮嘅話，買當地話，可能係農費嘅，冇得可能在地嘅小農喺路方，好多人嚟買tomato啦，買個東西，係。但是嗰種你要買個手工嘅加工品嘅話，冇得講會食到某個風味餐嘅話，可能要去傳統。但是談好了，你把一啲未來超市把一三個東西全部合用下嚟。錯，因為其實嚟講因為本身美濃就有成立休閒農業中心，所以旅遊資訊嘅一個提供嚟講，對尤其比較專注做圖
农业的一个体验的活动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也嘛做过多。过听的部分，像其实安尼未来厨房的部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安尼呢客家食材的推广。比如讲，安尼明年都会加排安尼烹饪萝卜的季节的时间，安尼就要开始变成个厨房安尼厨艺教师用的咧。好，安就教大家讲，嚟到面农，安尼个萝卜咧是唔系的时间，好像煮萝卜同时唔系的时间，咁唔可以来做成安尼萝卜糕，要做成安尼萝卜，好变成一个又接下又会变成一个教学的一个场地。所以其实安尼个未来厨房个空间的利用来讲，吼，就是希望讲，甲安尼面农啊的食材，跟用安尼料理，好，比如讲像安尼雅典的，安尼嘛可以做成雅典的蛋卷，唔系讲雅典的米饭就会炒迄个，所以安尼一个。未来厨房的部分，除了讲提供给安尼面农的食材的一个及时的一个享受以外，嘛还有会不断的去安排类似的一些教学法通。可是对一般的旅行的人来讲的话，真的可以变，你可以得到以所有可能在面农可以看到的、读到的、买到的，全部可以体验。但是你头先有讲到一个佢特别咧讲产销履历啊部分，因为其实也见人睇农业部分吼，产销履历啊部分其实佢重要，睇面农业部分嘛係咪佢重要啊？好，其实政府个推动个产销履历来讲，对安尼面农农夫来讲，安尼含咧算全面认真嘅推广嘅，包括我本身我就有得到产销履历达人代表农夫，个按像安尼去年呢，安尼高数产销班16班，也嘛达到产销履历达人。个尤其像今年的年头，安尼咧高数产销班、第9班，嘛得到全国世态节优的产销班。其实产销履历个问题来讲，就系保障安尼消费者的安全，让消费者可以完全的了解讲，唔买到项东西，也生产的过程之中，还能用来生产出来的。所以个产销履历，老实话讲，对面农来讲，按就该当做安尼所有农产品卖的一个基本的基本功。迄5年那个产销履历拢无太多的时间，就冇办法卖到几多个好的通路上。对消费者来讲嘅话，我提供亚味产品很用生产出来嘅，中间可能用嘅药嘅吼，某个时间喷嘅吼，可能或者买嘅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亚味农药嘅一个熟悉期。但是对亚片嘅农民来讲嘅话，当初在推产销履历嘅时间，我几多年唔係講用做冇，你講幾多年我因為個幾花功夫嘛。其实那个东西一推动出来时间，农民其实都下摆拢会排斥。可是迄安尼冇解，个问题解决，第一部分就解讲，第一，唔做个东西可能唔是发成本；第二，你咁唔知做，安尼就搞唔做；第三，唔做好嘅时间，人家个农产品到市场上，会买到更好嘅价值。除了安尼，甲农民安尼慢慢的用想迄个方式，又诱导伊嘅方式，慢慢伊能为了配合来做。个容易感觉讲迄甲农批买天数，安尼老人家人可能我唔晓得一部分伊甲能排除诶。个实际上得农作物得农产品到市场上伊拍卖也好，也用个行势嘅时节，比如讲像安尼咧木瓜来讲，我卖到全年也好，我卖到全家也好，基本的门槛就系讲唔条要做产销履历啊。所以我要感觉讲个产销履历基本上就系农民要卖一个农产品一个基本的门槛。从我哋咧农业嘅sản物嚟講嘅話，其實產銷履歷係部分，但是用啊去可以睇啲溫度冇變化，好冇講送到嘅片咧，要特殊嘅冇得快嘅，好像冷鏈啊，你講好冷凍嘅部分，我記得講面農非嘛係多一件事情。好，其實等我要講嘅產銷履歷係批鋪，剛生產出來嘅東西，用嘅冇。在運送的過程之中，也講採收下來以後，人品質的變化唔容易壞去。雖然講有產銷履歷，可是人東西嘅保持也新鮮度，尤其係農產品保持新鮮度點加面重要。所以安尼就有做一個冷鏈的部分，嚟解基安尼木瓜做利嘅。像安尼木瓜經採收下來嘅時節，安就該講個塑膠籃嘅地步。塑膠籃嘅地步伊嘅時節，剛才塑膠籃嘅，乜個用嘢用塑膠籃嘅，就一個針柄就控40籃。個40籃以後，安尼配合，就係配合安尼冷鏈的物流查落嘅時節，一規個針柄該塗上去就可以嘅。個米料個木瓜可以保持新鮮，安尼慢慢入到批發市場行業，咁安尼入到來呢，就入到安尼嘅生鮮處理廠，給伊處理，如果經過木瓜要崩熟了以後，伊馬上要切嚟變成一盤一盤，
送到安尼的全家便利商店去。所以，一个过程之中，全部弄到冷链物流之中去实施。安尼过程就可以保持安尼木瓜最好的一个新鲜度。过其实个部分来讲，安尼的一个做法，其他做法嘛相同。只有透过这种冷链物流的方式，拥有新鲜度保持的好的时间，让我有品质又好又安全的个产品还给消费者。因为头中我哋总干事有讲到一地方啊，我嘛感觉到佢有道理讲，其实我相信我哋农民吼，唔管係年紀太細啦，吼，假如有嗰種強農啊，嚇，有啲我哋太年啥農民，其實伊哋我嘛佢希望我自己賣出去，自己種出來的東西，這個保證的東西可以賣到伊哋佢好嘅價錢嗰部分，可以本他個人去享受到。但是有時候我感覺到講，伊想要進步。但是唔點樣做？那做到總幹事有講到講，一部分又唔是佢講三手利的一部分，又唔是花幾多錢，你這咁做到，我哋我搞唔做。好，成本唔是花很多成本，又有人搞一件事情，其實我相信對幾多嘅農民來講嘅話，也係一定會解決你嘅心頭地位幾大嘅問題。錯，其實老實話講，民農推三手利的來講，都全國我唔敢講第一名啦哈，不過安尼嘛排緊前面。個人其實我個幾個例嘅，安尼米農嘅風頭嘅，其實全台灣種植風頭嘅這台面積同安尼屏東嘅完蛋，可是做三手利的風頭嘅面積這台還係同米農，你冇簡單做呢？真是，尤其嗰啲老人家，也後邊咪也檢驗，也啲產品除了做完成做產銷利的以外，也檢驗出來 ND 嘅意思就講完全驗唔出農個殘留嘅比例相當嘅高，所以我講安尼米農嘅農民真正係感覺咁樣優質。尤其政府看當時都在推個巴拉瓜推廣的時間一開始嘛農民幾多個反彈講因為一個屬於劇毒性的一個農藥嘛，個推廣的時候，當然農民會感覺個又好哦，用唔辦法用咯，個是慢慢的用個三手利的補助，再加上個友善耕作制裁的補助，用農民加個陣痛時期就該轉過去的。所以其實安尼米農的農民雖然講有啲年紀個大，可是也對於從頭來講種友善耕作到三手利的，一個冷鏈物流的配合的情形來講，其實攏咁唔願意配合。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其實唔單止講對我哋嘅氣候嘅轉型中心，對我哋嘅社會議程都最慢我哋嘅未來嘅措施，其中民農農會一直變成一啲我哋農業改進嘅一啲行喺最前面嘅一個層面。所以我哋冇希望講，嗰種團隊我哋民農農會嘅一啲角度來講嘅方案，希望講喺埋我哋台灣嘅農業會越來越好。今個感謝我哋總幹事羅文先生嘅分享，安到民農農會嘅故事。感謝阿明哥嘛，感謝安尼福起來嘅安尼觀眾朋友，分享大家有限來民農嘅未來措施，來行行了了咧，順手來家人採購安尼農民優質嘅農產品，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喎，聽我哋先來傾下運通哦。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